請注意，此影片含粗俗用語，不適宜兒童及易打難症人士觀看。此影片絕非廣告，自費嘅屌你！地下鋪咗瓦面磚，第一次抹完地乾咗之後，終於見識到乜嘢叫水印。唔止成地拖把痕，仲要一屋都係拖鞋鞋印添。拖得越勤力，啲人就越多越覺眼。把鬼火就買咗呢部拖地機械人返嚟啦。落單嗰下完全係一時衝動，冇做幾多功課。撇除所有中國牌子之後，冇幾多選擇嘅啫。要唔貴，仲要識畫地圖嘅，擸下眼好似得呢部舊款嘅 iRobot。打開除咗機械人、充電座同說明書等等嘅文件，仲有個裝住其他配件嘅紙盒，入邊有電源線同各款清潔墊，仲有支細細粒嘅清潔劑試用裝添。充電座同俾機械人踩嗰塊集水盤可以分體，拆個盤拎去水洗都冇問題。背脊預晒翹線位，貼牆擺都唔會俾條電線揞嚟揞去，係幾貼心嘅。通電着燈之後，隻機械人就可以埋位啦。download佢個 app， 跟步驟 Next 等部機連到屋企嘅 WiFi， 先用到嗰啲聰明啲嘅功能。連線嘅過程唔使5分鐘。部機識做乾擦同濕拖兩樣嘢。乾擦即係類似揾除塵紙抹地咁嘅效果。插乾擦墊落去，部機就會乾擦。要濕拖就當然係插濕拖墊啦吓。部機識分要做乜嘢，其實冇幾高科技，純粹係攝墊嗰個位有個類似鏡頭嘅感應器，部機睇到啲墊開咗咩窿，認啲 pattern 嚟分嘅啫。聽落好似好 low tech， 不過呢啲 low tech 嘢先易揾副廠代用配件啊。濕拖之前諗住乾擦抹緊啲塵先，正當我滿心歡喜開 app 諗住洗死佢嗰下，佢竟然偷偷地自動 update 緊。唔可以用 app 勞役佢，唯有嘥力啲，直接撳機身粒掣啦。未用過機械人嘅我，第一個印象係估唔到佢都幾好力，撞落邊都嘭嘭聲咁，仲推到啲有碌嘅雜物喐喐下添。佢行嗰陣似部唔算特別嘈嘅遙控車，唔可以用好靜嚟形容佢，但作為生活背景聲都算係可以接受嘅範圍嚟。喺部機認到路之前出動，佢都係鳩行嘅啫。啲大直路或者方方正正嘅空間，佢都算行得有條理，自然咁逐行行。方形設計可以貼實牆邊櫃邊，就算係各位都對得入。不過去到啲亂啲或者窄啲嘅位，因為要顧住避雜物，會行得慢好多，仲會左兜右兜添。跟幾塊即棄乾擦墊效果唔錯，雖然大粒啲嘅垃圾黐唔起，但係起碼索得實啲頭髮。冇吸塵機械人，用呢個乾擦功能頂住檔先都 OK 喎。可能係新機落地，太多嘢要更新 ，update 咗 N 個鐘先可以用 app 嚟控制。第一件事梗係畫翻張地圖先啦。我嗰度計埋廚房同廁所都係得300幾尺嘅啫。佢冇入廚房同廁所，只係畫地圖，唔包清潔咁行，用咗26分鐘。中間係捐台腳凳腳耐咗啲啫，啲視正嘅空間佢會框住條邊咁嚟認路，畫出嚟張地圖都好近磅，唔會話錯得好交關。有地圖之後可以自己畫線分翻區，除咗標翻邊區打邊區之外，仲可以框啲禁區出嚟，框住電腦台底唔俾佢入，就唔驚噴濕啲電掣 router 啦。官方都講明佢只係過到3mm 嘅門檻。所有做咗吸嘴嘅分隔都唔使旨意去過到。我條廚房吸嘴成寸口，要去拖廚房唯有手動滴佢入去，仲要幫廚房畫一張獨立嘅地圖添。用咗一排，佢似乎行得越嚟越叻。啲生定喺度嘅家私，佢唔會再大力爬落去。啲會周圍搬嘅雜物，好似有碌嘅車仔、晾衫架之類，佢都識兜勻個底咁行。用下家私換位，地下多咗嘢少咗嘢，佢都識 update 張地圖，唔使點煩。嗰啲4隻腳嘅台腳凳腳，佢撞到之後會圍住隻腳咁行，務求盡量行過所有佢入到嘅空間。
做起嘢嚟攝得入佢就會攝。每次見佢死都要塞自己入嗰架宜家家私迷你車車底，都好欣賞佢咁撚落力。有時佢會攝咗自己入啲冇咁易逃脫嘅位，但係本住入得去就出得返嚟呢個原理，用咁耐佢都未試過甩唔到身，要我出手救佢。係有時係攝得太落力，會喺同一個窿度棘住好耐咁解啫。無論係乾擦定濕拖，佢都會用同一個邏輯行勻成間屋。唔同嘅係，濕拖會噴水之餘，動作都有啲分別。濕拖嗰陣，部機會向前噴水，再行前車過灘水道，重複呢個噴水再車嘅動作，拖住塊濕布之自然咁行，幫你拖晒成笪地。基本上係可以自動幫你拖勻間屋。我話基本上，除咗因為佢過唔到吸嘴之外，佢仲唔係下下都肯噴水。佢行直線嗰陣會專登行前啲，探測唔到任何障礙物，先會倒翻少少車再噴水。噴水嘅範圍唔會前得過佢行前探過嗰個位。好處係佢一定唔會噴啲水落牆落櫃落電器度，但係同時代表佢只係會喺大直路度噴水。直線距離大約要有佢機身2-3倍長度，佢覺得夠穩陣先肯噴。逢親要轉彎啲唔係四正嘅位，障礙物周邊例如凳底咁，佢最多都係拖住塊濕布行過嘅啫，唔會話下下都噴水拖咁落力。除咗直接撳機身粒掣叫佢自動波咁拖，仲可以用 app 叫佢出動，叫佢成張地圖拖又得，淨係拖其中一區都可以。同時剔唔同區域嘅，仲可以指定邊區拖先，邊區拖後。app 入邊仲有仔細啲嘅 setting， 除咗可以叫佢講廣東話，噴水水量有大中細揀，之字形咁行得嚟，一行同一行之間路徑重疊嘅幅度都有大中細 set， 仲可以喺唔同分區揀唔同 setting 添。如果你肯 share 部電話個位置俾佢，仲可以 set 部電話離開屋企一定距離之後，佢自動出動。有次趁出街試下呢個功能，醒唔起天黑之後間屋熄晒燈，佢睇唔揾到嘢，結果佢出嚟抹得嗰一忽仔就死翻屋企，唔肯再出嚟啦。其實部機本身都連咗上網，就算唔喺屋企都可以隨時撳個 app 叫佢做嘢，加上 setting schedule 指定星期幾多點清潔呢啲功能佢都有。share 自己位置呢啲咁私隱嘅嘢俾佢，諗落有啲雞肋，仲有啲蝕。試過一次拆咗之後，我都冇再用啦。原廠配件應該係最趕客嘅地方。清潔墊分咗濕拖同乾擦兩種，各自都有可水洗重用同即棄兩個版本。跟機得即棄嘅各兩塊，同一塊可以重用嘅濕拖墊，點解唔跟埋洗得嘅乾擦墊俾人呢？跟機嗰塊重用濕拖墊唔算難洗，但就算拆出嚟晾都乾得幾慢下。如果拖完地唔拆落嚟，由得佢黐住部機坐喺地下，仲有漚臭嘅風險。佢始終係舊款，唔似啲新機咁識自己洗布，甚至看乾埋。用佢真係要裝即棄版本嘅清潔墊先夠方便。如果唔係，每次拖完地都要人手洗布再晾乾，都幾煩。佢個水箱容量大約係444毫升，跟機我即使用裝清潔劑，只可以標滿2轉水箱。部機都講到明，只係可以用原廠清潔劑嘅啫。萬一落其他嘢整壞咗，保養冇得包。原廠行貨嗰支99蚊嘅清潔劑，標到8轉水箱。以我嗰度為例，濕拖1轉大約用半箱水，落其他清潔劑磅唔磅得過就你諗你啦。就算你肯用原廠清潔劑，原廠配件都唔係咁易。唔覺香港啲零售商有配件賣，要訂各種行貨清潔墊同清潔劑，要直接揾香港代理。但係佢哋連網店都冇，要買就要經 WhatsApp 對話落單，都真係柒柒地。不過啱啱都提過，佢哋啲清潔墊都係 low-tech 嘢嚟，你有心揾，一定揾到副廠代用品。土爆啲，求其攝張普通除塵紙包住原裝嗰塊乾擦墊用住先又得。我試過咁樣抹勻全屋都冇甩，效果當然冇原裝咁乾淨，不過平一大截，仲要易買好多添。我試過攝啲薄嘅抹布包住原裝塊濕拖墊咁拖，唔知係咪包厚咗，拖完仲好似乾淨過原裝添。用唔起原廠咁貴，
努力啲揾即棄嘅副廠墊，又或者發揮創意，自己整 DIY 版，你就可以輕輕鬆鬆咁用佢啦。有人話間屋大先有需要買呢啲機械人，但係我覺得屋大屋細都有懶嘅權利，而佢又真係幫到下手嘅。買之前除咗價錢同牌子，仲要諗用佢有幾多嘢要人手善後，同埋你屋企會唔會冇路俾佢行。而家間屋細都仲叫見到地板，如果再多啲雜物嘅，我可能會覺得佢好雞肋啫。就算佢越嚟越聰明，無論乾擦定濕拖都慢過自己做 N 倍。好彩佢可以趁你唔喺屋企嗰陣搞，喺屋企嗰陣由得佢自己隔離清，就算手腳慢啲都阻唔到你啲乜。不過有佢幫手拖都好，只要笪地未乾落地行嘅，都係會成地拖鞋印。要濕拖嘅話，真係要趁屋企冇人嗰陣叫佢出動拖。佢拖完唔係話完全冇印，間唔時都會有一兩條車碌出嚟嘅痕跡。不過水印呢個問題，主要都係因為我鋪咗啲低質啞光磚啫，鋪其他磚嘅就唔使理啦。有咗佢之後，好似請咗個唔算好落力，有啲啲揸流灘嘅工人返嚟吸塵抹地咁。佢行得勻間屋都好，懟落地嗰下都唔會有你自己捽咁大力，唔使旨意去做到100%乾淨。但係如果平時都係 hea 吸 hea 拖，間屋又冇幾污糟嘅，佢又真係分擔到大部分吸塵抹地嘅工作。間唔時自己執啲死位嘅頭髮，冇乜特別嘅，1個月自己認真清翻1-2次都應該夠做噶啦。另外，佢唔似吸塵拖地2合1機械人，識得自動波轉功能，要乾擦轉濕拖要自己換箭先得。即係話出咗街想點去做嘢嘅，最多佢都係做其中1樣嘅啫。同埋佢過唔到吸嘴都真係柒柒地。不過屋細，逼佢入廚房斬限就抹完，呢個問題我自己就冇乜所謂啦。用咗1個禮拜，冇後悔買咗佢，都冇話因為買咗舊款好抌春。一開始只係為咗拖地呢樣嘢買，佢拖到地我都好滿足噶啦。用下仲心大心細，想埋埋佢識吸塵嗰個拍檔添。唔知你哋又點睇呢？嘻嘻。